来看这回这中东的战争呢，是造成全球原物料大起，塑胶袋啊计数是起30%至40%。即马行政院为着要来稳定人心，是协调中油来减产。那经济部呢也提出这塑胶落架的专案。今仔日伫社团委员会呢，是有立委提出质疑，讲安尼做已经违背着这环境部塑胶减量的政策。 台湾人的夜市文化是伫是台湾的小食也真多元，第一只好食米的塑胶袋啊使用量就真大，即届受到中东战事影响，造成塑胶落啊欠货。行政院一定协调中油增加生产一起，经济部也提出塑胶袋啊并购专案，但是拜三伫社团委员会就立委质疑，这款做法已经和环境部减塑的政策相对拍。台湾很容易就一边谈源头减塑，一边又让塑胶上游的原物料呢继续往上加。经济部他说他们会推出塑胶袋的平价专案，让下游的塑胶袋产量增产，每个月会增加约12.5亿个1斤的塑胶袋。 看在环境部的眼里，你觉得经济部这样子来反映，你的感受是如何？对此，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解说讲，经济部的做法是稳定民心的习惯，在战争时提出必要的措施。不过，环境部是长期推动源头减塑，这两项政策出发点是无同的。 基本上，委员如果说市场上我们想买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塑胶袋，那个其实民众的习惯的改变，这个是冲击是很大的，我们也必须理解。但是我们限塑的这个作为减少使用，所以我们是鼓励用二手循环袋。 根据统计，在台湾平均每一个人爱用782个塑胶袋啊，是欧盟国家的4倍。环境部强调，减塑政策会一直宣导，目前也推出地地相传的循环机制，鼓励民众把处理无碍塑胶袋啊捐出来，也和各大企业合作，提供捐塑胶袋的据点，希望趁这波战争，让民众重视循环经济重要性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